本屆政府自上任以嚟，全力發展經濟，改善民生，並解決社會積累多年嘅老大難問題，做出成績。政府不斷推動經濟發展，香港經濟由上任時負增長3.7%，轉為2025年正增長3.6%，經濟擴張勢頭持續。2026年首季增幅更達5.9%，係近5年表現最強嘅一季。政府推動盛事經濟，啟德體育園啟用1年，已被國際評選為最佳場地，門票銷量躍升亞洲第1，全球第3，盛事氣氛熾熱，一浪接一浪國際賽事同演唱會在港舉行，全部轉化成實際可見嘅經濟收益。政府開拓新客源，推動清真旅遊，資助清真認證，香港穆斯林友善旅遊排名連升2年，成為全球第2。訪港旅客數字連續4年上升，2025年已突破4900萬人次，國際旅客到訪量更高居全球第2。本屆政府敢於打破利益藩籬，推行改革，解決多年老大難問題。政府制定簡樸房制度，取締劣質劏房，處理10多年來未有處理嘅難題。政府大力提速增建大量公屋，為填補等候建造公屋時間嘅缺口，推出創新嘅簡約公屋，讓需急切上樓嘅輪候人士提早上樓，大幅縮短公屋綜合輪候時間1年半，由上任時嘅6.1年降至4.7年，為8年新低，穩步向住預定目標4.5年邁進。特區政府更光榮完成基本法23條本地立法，完成等候咗26年8個多月嘅憲制責任。政府透過政策驅動，主動把握國家發展機遇，使香港屢創高峰，更成為全球最大跨境財富管理中心。2025年新股在港上市集資額按年激增2倍有多，成為全球第1。行政長官先後率團出訪東盟、中東同中亞開拓新市場，其中出訪中亞嘅代表團更係本屆政府規模最大、簽署合作協議同備忘錄數量歷來最多嘅一次，涉及金額更逾16.5億美元。政府主動招商引資，香港對全球企業嘅磁吸效應顯著增強，4年累計逾120家龍頭企業落戶香港。2025年駐港境外公司、地區總部以至本地初創企業數目同創新高。政府打造香港成為國際高端人才集聚高地。香港喺世界人才排名中，由2022年全球第14名躍升10位，至去年成為全球第4、亞洲第1，創歷史佳績。香港人才匯水，2026年首位香港載荷專家黎嘉瑩光榮參與神舟23號飛行任務，為國家航天事業貢獻香港力量。政府打造留學香港品牌，制定促進大學發展嘅政策同資助。喺最新嘅亞洲大學排名中，香港嘅大學排名榜首，而10強中，香港嘅大學院校佔1半。而喺世界大學排名，更係首次有2間香港嘅大學同時躋身全球前20位，創歷史佳績。香港並且擁有多達5間大學躋身世界100強。政府主動謀劃長遠發展佈局，透過拆牆鬆綁、採取片區開發、訂立專屬法例等創新方式，加快發展北部都會區。河套園區已喺去年投入運作，加速與大灣區城市合作聯動，為香港國際創科建設注入新動能。深圳、香港、廣州科技集群升至全球第1。喺政府政策推動下，香港喺多項國際指標中保持優越領先地位，世界競爭力排名連續3年上升至全球第2，係自2019年以來最高。而政府效率排名全球第2。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地位繼續稱霸亞太，穩居全球3甲，金融科技長居世界第1，同時蟬聯全球最自由經濟體第1，以及維持全球最大離岸人民幣業務中心地位。政府正全速制定具前瞻性、策略性同指導性嘅第一個香港5年規劃。行政長官嘅年度施政報告與其一脈相承，結合長期謀劃同年度因時制宜嘅政策措施，與市民合力譜寫香港更美好嘅未來。